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9下晡新闻，我是陈志安。现在看见新闻重点：新马路新店路龙城店3个月来4个顾客食了身体无爽快，疑似食物中毒，卫生局下令停止营业。台北市光复南路一间商业大楼地下室疑似网络名人咧开交警，警方带人去抄抓24人上班。台中北屯建安乌地基户隔壁指控讲害到地纳了壁壁醇，市府下令停工，加强安全防护。新闻一开始，先来看又搁出现疑似食物中毒案。出名火锅店新马路伫咧新店路龙城分店，4月都有民众去食了身体无爽快。6月12又搁有人讲去食了老土糟包。卫生局是要求对6月17开始停止营业。业者是回应讲，这应该是个案，会全力配合调查。有名连锁火锅店新麻辣经典麻辣锅伫新店路龙城疑似传出食安问题。6月12暗时有3人去这个店共到共鼎，其中2人出现会吐糟白，看医生了后等于休困。卫生局接到通报了后，唔敢代志，马上派人去检查，发现有3坑伫作业区的问题，已经按业者限期改正，按无会依法开罚。本局在接获通报后，随即派员前往稽查，现场见有部分缺失，已命业者限期改正。而该公司因1年内有2次疑似食品中毒的通报，达本局暂停作业的标准，故卫生局命新麻辣新店玉龙城店自17日起暂停作业。卫生局表示，因为这间店4月初9有2个人疑似食饭了后身体无舒适，加上这一摆已经是同一间店，今天来第2摆疑似食物中毒的通报，决定评定暂时停业，要经过审查甲复查合计了后才能恢复营业。卫生局的现场抽验内蒙口味的红茶冰淇淋加咸火锅料，检验卫生是不是符合标准。这2件事情，第一个不是连续，第二是个案，然后第三，它人数也不是集体，是2个人。那目前原因也还不明。业者回应，为情形来讲是个案，不过后续依然会落实相关规格食安作业，也积极配合政府单位调查原因。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台北光复南路某一间商业办公室，这警方有接到检举，讲地下室有咧开交警，当时带人去抄，抓到负责人、工作人员甲交卡等24人，全部是移送法办。另外嘛，查到讲这交警敢若是3个网络拍片做伙咧出资咧经营。警方伫暗时就去这间商业办公室，现场有真侪人，拢坐伫咧镜桌顶头算地主扑克。不过，警方调查，这个交警涉及到非法盈利，现场有若是有10几位交客算到一半被查到。警方也发现有真侪女总管甲服务员在场，有一位姓蔡的负责人也当场被抓到，带回警察局。当场查获到蔡姓现场负责人、荷官3人、工作人员4人以及赌客16人，总计24人。这个交警是藏伫台北市光复南路一间大楼的办公室地下室。警方接到检举了，发现这个交警姓扑克协会名义对外招会员，加讲要比赛交流，实际上是非法伫咧跋筊。交客伫咧比赛后离场的时阵，会让用口袋去换现金。这波行动也查到现场动缴钱超过63万。现场并查扣了抽头金计营业额63万余元，记账本4本，点钞机2台，监视器镜头31个，以及桌面的筹码80万余元等证物。警方调查发现，缴场的负责人敢若是由3位扑克牌选手一个 YouTuber 共同出钱来经营，包括小六、艾伦扑克一个 IC Charlie， 不过伫新闻播出进前也无联络到。这回被抓的24人将会依照赌博甲社会法定罪嫌侦办。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总统赖清德就职就未满1个月，今仔是亲身召开记者会，宣布要成立气候变迁全民防火健康台湾这3大任务编组的委员会，每一季会定期来开会，为国家的发展来全力打拼。近满1个月，今天我要宣布，总统府将成立3个委员会。就任就未满1个月，总统赖清德亲身举行记者会。宣布伫总统府成立气候变迁、全民防卫、健康台湾3大任务型编组委员会，未来每一季会由赖清德召开会议，宣示要为国家的发展拟定战略。
推动这3项委员会的过程当中，也跟总统台院长有过充分的讨论，对于碳的定价应该要尽速有结果，癌症新药基金应该要尽速启动，要进行小规模无剧本的演练。气候变迁委员会副召集人是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中研院院长廖俊智，核适科技董事长董祖贤。也那专门防卫委员会是由副总统萧美琴、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加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来负责。健康台湾委员会是由赖清德文书陈志宏、国家生医产业促进会会长洪启辉、甲行政院政务委员陈时中来做副召集人。其中董祖贤对核能的立场，甲民进党非核家园无共款，是引发关注。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加强社会对话，也就是会邀请不同党派、不同意见的人共同参与，强化我国的国防韧性当中，其中有国防自主这个元素，涉及到我们自身国防产业以及国防供应链的建构，总是希望能够跟国际有所接轨。了一了去互马前总统办公室批评是引战的总统，罗总统回应讲，和平需要靠实力，也就是透过避战来避免战争。敢若出一支嘴，毋是真正的和平。上任半一个月，赖清德讲，伊感觉责任重大，爱真谨慎，毋敢放冷。不过最近部分的民调显示，赖政府的支持度有下降的情形。发布的民意调查就有好几份了，有高有低啦。行政团队应该是高不骄，低不馁。有风声讲，内阁团队甲立法院民进党团互动歹。赖清德讲，就算是冠军的球队，互相配合甲适应嘛需要时间。对未来双方的合作会当更加大吧，伊是真有信心。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长杜英泰今日是去到立法院报告国会职权修法的复议案，是搁再发声，望调立委会当徛伫咧百姓立场。也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奇是甲转倒啊，批评杜英泰是干那要做事。杜英泰嘛甲口说讲，我安尼敢算是藐视国会。确有窒碍难行之处，严重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以及机关权限行使，甚为巨大。若被做伙通过立法院职权修法，行政院提出复议案，杜英泰伫咧19到立法院说明6项理由，强调国会职权修法抵押难行，希望调解立委徛伫咧人民的立场，向历史负责，两院做人合作。验过国民党团总调鲍坤奇伫咧质询时阵，针对国会改革修法过程，反质询甲杜英泰一句来一句去，过程中几多遍转倒啊。这是国会，如果你国会了吗？不是行政院长，如果你的水平是地方议会议员，你可以这么做。所以，卓院长，请尊重你是行政院长。鲍坤奇批评民进党伫过去要求前总统马英九到立法院一问一答。怎么说反对？杜英泰反驳讲，就是无适当才无通过。民众党团总调黄国昌伫质询时阵是批评行政院复议的理由，用刀卡散播假消息，也不管杜英泰几多遍插话，现场气氛正歹。怀疑就把他送去法院，是，但是这个怀疑送去法院就会可以行责哦。这个怀疑就是主观的认定，立法委员不是检察官。民进党在国会改革没有办法拿到100分，因为当时的提案有违宪之余，没有人可以站在宪法的对立面。黄国昌指控民进党8年来拢无做到国会改革，吴思瑶是反驳讲，自2016年开始就败审相关法案，这就是大家批评的黑箱协商。伫改革了需要暂停突破，重申国会改革无讨论就不是民主。这波的阻挡运动还没有完成，让台湾的公民力量再把这个空间撑起来。针对立法院2月就复议案要进行表决，民间团体19连续3天要再一遍发动青鸟行动，验过国民党也就那英一结，警方担心会发生冲突，已经加强戒备。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来看，美国总统拜登今日是宣布讲，美国公民无身份证的移民配偶，佮有所生无甲21岁囡仔，会当申请永久居留做美国人。有55万人有合资格。这样移民政策拍算对拜登的选情会真有利。不过共和党是批评讲，
这等于是大规模的违法特赦。2礼拜进前才发布新的边境管制措施，引起民主党镇压反弹美国总统拜登。18个颁发新的移民政策，要让境内公民的无证移民配偶就地合法。今年6月17进前，在美国居留至少10年，配偶是美国公民、无犯罪记录人，拢能就地申请绿卡，甚至加做公民。就连因所生未满21岁非公民囡仔，也符合申请的资格。In fact, polls show over 70% of Americans support this effort to keep families together. 这是为2011年奥巴马政府时代囡仔教育的相关区域办法 DACA 计划，美国总统针对保护移民推出的上大规模行动。迄一天现场阁举行 DACA 12周年庆祝仪式，阁宣布简化 DACA 计划受益者提到工作签证的处理方式。这新措施为了会对拜登在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州亚州等摇摆州的选情加分。I think he's just trying to tell Democrats or other potential voters for him that, well, wait, no, I'm not harsh on immigration here. I'm helping this group of people. So I think it is definitely, a little bit of a political turnaround because of the criticism he's received for the restrictive actions. Absolutely. I'm very worried that we go back to those times, and if President Biden is not reelected, then it's going to be hard for us because everything that is happening today might be taken away tomorrow. 共和党籍密苏里州联邦参议员霍利，就对国土安全部长梅奥卡斯发一封真严厉抗议批，讲新措施会吸数百万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南部的边境，因讲是扇美国纳税人的脆皮，对合法进入美国的移民来讲完全不公平。讲这是违法的大规模特赦，会对这展开调查。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那讲到美国总统拜登，于6月7日才先宣布一项边境政策，即规定美国甲墨西哥的边境，那边境逐天非法移民的人数有超过2500人，都无要阁接受庇护申请。这媒体嘛讲，这是拜登上届严格边境措施。才过2礼拜尔，拜登即马阁要一届，互超过50万的非法移民永久居留做美国人。咁真正是为着选举、为着选票，选这移民的政策，搁打回头路。来看今相应的解剖新闻。是主播。解剖新闻有理路有深度，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尚莹。今仔日咱要来关心的就是美国11月5日要选总统，这个拼连任的拜登在移民政策顶头也有一寡新的动作。咱先来看这上新的政策，就是拜登已经开放予无证的配偶甲因的逝世，会当摕到美国的公民的身份。这个配偶的条件就是讲，你伫今年6月17之前已经伫美国待10天以上，安尼就会当摕到美国公民的身份，也若逝世的部分无到21岁，也毋过你的父母之间有一个人，若准伊是美国人，嘛是同款会当摕到美国的公民的。其实这项政策呢，伊主要就是希望讲申请的流程会当较简单的。另外呢，咧办的人，伊伫咧申办的期间是毋免离开美国，算讲是真利便的措施。也毋过除了这项真利便的措施以外，其实拜登对一寡非法的移民，伊的严格是真限，这个限制是真严格。咱来看第2张图，就是拜登呢，伊是限制非法移民下过这个边境来申请庇护。这申请庇护的伊内容就是讲，你一天若准是超过2500个人要入来美国，安尼就会暂停申请，而且就要等到一日是1500个人以下，伊才会搁再重新来开放。也毋过这个庇护的内容其实是有一寡例外的情形，也就是讲，若准是孤儿，也是讲这个破病真严重的人，甚至讲是有安全受到威胁的人，也是讲你今仔日是人口买卖受害者，安尼这寡族群呢，其实伊是毋免受到限制，同款是会当申请庇护的。啊，若其他人若准是超过这个2500个人的限制，就会随互人赶出境。其实，这美国的移民政策一直拢是美国人上届关
关心的议题之一，这也正做是美国大选的焦点。这回拜登提出这两项政策，是为国家带来正面的影响，也是讲更较实力的，其实是要阁需要真济时间来观察的。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咱即马甲现场交通后主播。感谢详言的解剖新闻，继续来看罗西亚总统普京过24年，搁在国际访问北韩，双方可能要签战约合作协议，尤其是俄乌战争也未战线，普京真需要盟友。也对金正恩来讲，嘛是伊伫咧新冠疫情了后，第一届伫咧北韩的本土接待北国领袖。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发言机伫透早3点到平壤，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亲身接机，双方互动正热烈。两人顶一摆见面是伫去年9月伫俄罗斯东部，这摆是普京为2000年以后第一摆访问北韩。根据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两人到电坐车去普京住的饭店，金秀山国宾馆，佮针对进一步强化两国关系发展展开交流对话。This is really meant to, upgrade the relationship and demonstrate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 deepening, especially coming from Russian press, is that there will be a treaty signed. They have a common problem, and that is sanctions. And Putin has really been leading what he considers and what he deems the war on the West and trying to create a multipolar system and sort of upend or create an alternative to a US-led world order. 这摆访问的主要行程安排伫19拜3，两人到店行程9点钟，包含到店翕相90分钟会谈加茶会。美国南韩指责北韩强行军火和俄罗斯社会换粮食，不过克里姆林宫甲平壤当局拢否认武器交易，不过早伫去年都照做要加强军事联系。The deepening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the DPRK is something that should be of concern. Especially to anyone that's interested in maintaining peace and stabili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but also supporting the people of Ukraine as they continue to fight against Russian aggression. 俄罗斯甲北韩有希望进一步加强友好关系，安尼关系基础是两国对西方的共同敌基。也个莫斯科对乌克兰战争军火需求，普京在结束北韩的访问了后，会去越南赴来，展现出共产党统治的越南对俄罗斯的坚定支持。不过，这恐惊会加深美国的不满。公司新闻黄文玲评析。当来看咱国会这款修法的复议案，拜5就要表决。民间团体对6月19开始连续3天，搁再伫咧立法院外口发动青鸟运动，这投毒者过道的现场有落雨，不过现场的民众拢无离开。这连续互现场待记者郭碧君来看上新的情形。是记者今麦伫咧立法院边仔的青岛东路，行政院对立法院3读通过的国会改革相关的法案提出复议，为今仔日开始到拜5，伫咧立法院遮会进行复议案的相关的表决。对这个国会改革法案，有记录的民间团体是招民众，搁再行上街头，对这寡国会改革的相关的法案提出反对的声音。因若伫头拄开始，头拄台北市过道了后，是有开始落西北雨，不过伫咧落西北雨了后。现场的民众要是野火线清雨满，无愿意离开。咱来看早前的画面。我们当然支持国会改革，我们支持任何一个对台湾民主有帮助、对国家发展更好的改革案。但是现在蓝白所推出的法案不是好的改革，它是一个滥权法案，它是一个可以影响到我们个人的隐私、影响到公司营业秘密的滥权法案。这不是一个好的国会改革。复议案。不要维持原决议，我们希望可以从长计议，邀请更多的公民团体，让更多的专家学者的意见纳入，让国会改革更完善。这是我们今天。会使看到不台顶在咧举行台湾民主主题的演讲，这3天在咧青岛东路遮，阁有济南路迄边，拢有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民间团体会来演讲。主办单位表示，即马是休热期间，因会招休热学生，阁有所有的民众，这3天做阵来到现场，上这个珍贵的台湾民主课，学习新的物件，也守护台湾的民主。另外，国民党立委王宏伟表示，伊也照着拜5青岛东路另外一边的路权，到时会就支持国会改革相关法案的民众，最近来到现场表达因支持的声音。以上是公视台记者来自立法院的连线报道。
感谢碧君为咱的连续报道，咱继续来看台股今日是搁再创新高，盘中就冲破23000点，收盘是收伫23209点，大起452点，敢若是今年到达，就比去年规年起较济。呀，台积电嘛是起38块，即嘛是981块，搁再创下纪录。咱做回降息预期升温，加上 AI 大公司回答。期待超过微软变做全球的冠军。美国四大指数收红，鼓励台股早盘走势，以22858点开出了后，一路开悬走悬，盘中冲破23000点的大关，创下历史纪录。也若宽王嘛，搁一届发威，台积电上悬8到984块，大起41块，贡献指数差不多348点，创下新高。另外，亲像联发科、鸿海嘛，拢大起超过4%。美股目前还是一个多头的格局，其实真的涨了太多了，但是没办法，所有的资金全部集中加码在 AI 的股票，台股基本上沿着这样的 AI 的主轴在往上攀升。如果 NVIDIA 持续在上涨的话，你看台积电是最大的受益者。那接下来如果台积电涨，台湾的 AI 的概念股可能都有机会往上去攀升。事实上，在这波人工智慧 AI 应用的风潮，好站在商机受到注目。辉达股价10倍大起，叫做欢喜家上届有价值的公司，盘中股价起超过3%，超过微软，收起3.51%，一股135.58块的美金，创下历史新高，期待超过3.3兆美金，拢叫做推进标普500加权上大的力量。另外，最近台积电 ADR 直起，嘛叫做全球第8大市值公司。It's a bit surprising. They certainly are in a business that should have substantial growth, and obviously investors are already accounting for that. What my concern would be is how long the growth can be sustained. 分析师表示，台股去年宏观收伫17930点了后，今年1月份开始，受到台积电大起的推动，一路压悬。指数一直创下新高，不到1年的时间已经起超过5000点。不过台股起这波是真紧阁真急，虽然有台积电带动气势，不过嘛出现中小型股较慢补起的行情，也是要注意风险调节卖压。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最近在高雄的南仔溪，有民众骑机车说发现讲有过路人咧等红灯，说是骑伫咧机车要倒过的台专区内底。警方是表示讲，可能是路口的过路线为了烧出去，惊危险，才骑去台专区，会阁派人去会勘，才看卖敢要阁停过。我倒摆来到这位伫高雄南仔溪后昌路的路口，骑车的人入去大转街拍算要向前，但是伫前所其他的人发现2名行人直接骑伫这个大转车街悬顶，互骑车的人想要使用，阁惊弄到人。站吗？有，有时候会。应该是行人不应该站在那里啦，是这样，因为待转区车子要过来，这蛮危险的，因为还是要走斑马线比较好。临近店家讲定靠着行人徛伫大转车街，嘛有白这汽车甲这个车街当作是停车街。警方统计，这个路口1月到5月发生过1起交通事故，嘛有处理过11件违规停车。不过行人占用大转车街状况较少看到。此举较为少见，呼吁行人走路要走行人穿越道，以免发生意外。法令规定，行人无伫违适的人行道通行，也是无正当的理由，伫无违适人行道的道路无靠边来行，会当罚500块。南仔溪分局交通队初步检视，认定行人所徛的所在靠近路沿，无排除是因为行人道违适的位置，挖着是伫路口。行人惊伫遐等待会危险，才会到大转车街。加上伊徛的位置靠近着路沿，认定行人虽然伫大转车街，但是无违规，将会甲相关单位来会勘，敢是要来调整标线。记者王刘婷、陈hen坤国报道。记者综合报道。新住民基本法立法院内政委员会顶礼拜初审通过，另外嘛要求讲行政院版本6月21嘛要送来做回审。台湾移工联盟等相关团体今是去到行政院去陈情，希望讲这有关新住民权益的主管单位嘛应该爱是行政院的立级单位，若无定这条法嘛是无效。新住民基本法，新住民基本法。
大声喊口号，希望新队阁听到新住民甲移工的心声。包括台湾移工联盟等等的团体，19去行政院外口陈情，因为有关加100万的婚姻移民甲因的囡仔，还有70多万移工的新住民基本法。立法院内政委员会已经初审通过，委员会还佫要求正院的版本日送立法院审议，并按条约协商。拉高到我们的2级单位，让这个法令真的可以起到跨部会整合新住民事务需要的这个权利跟这个力量。既然包括了白领移工，我们就认为蓝领移工也应该包括进去。不应该有这样的区分，要不然它就是一种歧视。来参与的团体向倒用台瑞国发声，希望行政院的版本爱回应管理移民政策、甲新住民权益的专责单位，应该是行政院日级单位等等的诉求，嘛要兼顾拿白领移工的权益。难道对许多的移工在我们的家中为我们做我们最不喜欢的事情，就是照顾我们的长辈？这些人我们不保障吗？不可以吧？像今天各位的声音我们都听到了，那我们会带回去处理。提交请愿书表达诉求，行政院代表表示，会把意见提登去讨论。来参加的团体强调讲，除了向行政院请愿，也拜会各党团，还有提案的委员，希望当充分表达诉求，唔通落错通过基本法。记者综合报道。那讲到这诈骗的手段是一直在翻新，所以发展部今仔举办 AI 打诈技术的发表会。讲若是要打击诈骗，就要对源头来个阻挡。目前已经开发出一套诈骗关键字的这关追踪技术，3个月内就会开始打诈通报的官方网站。网络流传的诈骗加假消息，这就网络的查有。行员发现怪怪，联络警方阻止诈骗，结果才发现受害者佫是和诈骗集团用真悬的效率来诱骗。你有跟你妹夫联络过吗？你有打电话给他吗？诈骗广告每个月增加超过6万笔的速度的增加，敢若是5月份都总共超过20万篇的诈骗广告出现在社群平台。司法部委托驻安县研发，用诈骗关键字来提出信息溯源这技术，识别诈骗的信息。我们希望可以透过这个识别、查核，然后末端的清扫跟事后的溯源这些阶段，然后我们都可以从这些环节里面，我们去顾及到事前的这个预防，那以及事中事件的这个控制，然后以及事后的责任追究。透过 AI 技术提高诈骗广告的识别率，驻安院观察有97%的诈骗广告看不到2天，目前每个月巡检量达到50万笔。若观测到高真紧同步下降，尽量让广告看不到1天，受害人数也降低。司法部3个月内会开设打诈通报查询网，提供民众来查询。他每天会用这个 AI 的程式到网络上去扫描然后现在每天他们事实上查出来的可疑的那个诈骗讯息的数量，每天是1000到1万笔，都会直接就是汇入我们这个打诈通报查询网里面。透过机器学习甲自然语言的处理技术，研发更较高效率的防诈工具。目前为人名识别结果准确度高达93%，希望因会源头就阻止诈骗团开，民众目睭也会戴护金，避免互高效率的伪术来欺骗，最后连本钱拢去了。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看，台中的北屯某一个建案的施工乌地基，隔壁社区住户所来指控讲，海边啊地站落落，壁拢必顺，门嘛拢怪袂歹。大阿桥接到检举，下令建案停工，嘛派人去会勘，要求这建商爱用雷达确认隔壁社区的地基无漏气情形，有安全，才准搁开工。社区花园涂骹的砖仔出现必顺，甚至搁有翘起来状况。方便住户出入的门径嘛已经变形。台中市北屯区一栋完工2年的公寓社区，住户指控隔壁当日施工的建商乌地基，所造成社区花园的地站塌落，必顺愈来愈严重。门框啊，像那个地坪的龟裂啊，还有像我们石材板也不断的在翘起的越来越严重。那我们整个侧院也是继续往侧边在倾斜当中。所以我们现在的侧院的门也关不起来，我们也很担心说未来会不会整个侧院都崩塌掉了。就是裂痕，就是有我自己觉得有扩大的倾向。
朱豪表示，计标建按去年10月开工，过1个月就捌发现公共区域开始搭落，迄当时都发局受理会勘，认定咧学的时阵无适当的安全维护措施，恐惊危害公共安全，下令停工。今年2月补强了后复工，不过到6月状况愈严重，是毋是建案工程造成损害？工地主任无承认也无否认，敢若表示会搁甲社区协商。我们尊重社区的说法啦，但是我要表达是说，我们没有放弃协商，也没有不理。我们表达立场是这样，那我们尊重社区的说法。经会勘尚无法从现况判定邻房社区庭园地坪下陷情势有危害公共安全之余，为维护公共安全，本局仍积极预防性之处置，请工地暂停施工，并加强安全维护措施。中华局表示，17个一摆会勘已经申请工地停工，加强安全维护措施，佮要求建商煞来使用透地雷达。确认附近社区的地基敢毋受影响，确认安全才会当复工。安那2日双方要开协调会，讨论回还后援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黄霜雨要落雪，高雄即马嘛是愈来愈热。多民众反映讲，逐摆去坐这高雄捷运车站内底甲外口是同款的热，定定拢等甲规身躯干。各个公司嘛表示，为了配合省电的政策，人坐大站，这规工拢会开冷气。其他车站嘛拢会开电风，一个收集民众意见，检讨改善。机车专客伫有雨的车道停当红灯，黄衫雨的季节伫要结束，温度一直压悬。直到透早，高雄外口的温度大约33度，户外日头大搁晒。但民众入去到草野站等捷运，却发现车站内底嘛凉无偌济。这个电风扇可能不太够对，温度整体温度蛮热的。我开了冷气吧，这样比较凉啊。民众的头壳遐一直唱歌，会使看到大厅的冷气敢若无伫转。月台装的循环电风下卡温度嘛，阁有31度。搁这车站内底伤热伤热的问题，每到热天就定定有民众反映，但嘛有北部的民众感觉阁会使接受。差不多吧。台北也差不多吧，因为台北那边人很多啊。配合政府节能相关政策，目前高雄捷运各车站之空调运转时间，系参考季节变化及各站各时段之旅运状况进行滚动式调整。运量大站月台层全日都有冷气。高捷强调是配合节能政策，嘛毋是每站冷气拢袂冷，像车厢也是美丽岛站顶人较侪的大站月台。温度拢会维持伫较舒适的24度到26度，但面对民众的反应，各个公司嘛回应，会观察实际使用状况甲民众的意见，做后续调整改善的参考。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讲到这高铁要通到宜兰，这宜兰站就确定要设伫咧观景中心南平350公尺的所在，一甲新的宜兰火车头共一个车站。不过这附近阁有真侪住户和庙寺。基面是话讲要组一个权益促进会，希望政府会当公开征收的资讯，减少拆迁的范围。这间宜兰市重大电缆庙，拄好伫咧高铁宜兰站，也有代替宜兰县站强固站内面，甲附近的徛街共款，以后恐惊拢爱拆。附近的居民有人担心，有人期待。后面那边有一个那个国宅，里面很多户那你拆迁的话，要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你叫那些住户要去住哪里？现在房子又那么贵。你支持高铁来加吗？对了。为什么？这一摆讲开发电啦。高铁延伸宜兰岸全长60.6公里，初步估计经费1880亿。宜兰这边的车站决定伫观景中心以南350公尺，有林地内面的徛街庙恐惊拢爱拆。平衡成立宜兰县双体强固区居民权益促进会，希望拆较少咧。居民的声音是希望说，能够在政府要把它透明化，能让我们了解到说，他现在的。将来的做法要怎么做这样子？促进会按算23开成立大会，除了担心被拆迁的大户征收绩效无合理，也认为案件资讯无透明，希望公部门伫咧高铁设站的时阵，爱适时公开资讯，甲民众沟通。促进会会伫咧政府甲民众之间协调。那因为办理的机关是交通部铁道局那县政府会把民众的意见。请铁道局这边来参考，也能够在适当的时机跟民众说明。高铁延伸宜兰案已经进入2阶段环评，相关征收方案也搁伫咧规划。县政府讲，居民的诉求会协助转达给交通部、县政府交通处的官方，要高铁延伸宜兰案件的相关进度资讯，后民众做参考。
记者综合报道。最近过道是一直咧落雨，南部天狗节的疫情是搁再增加。台南市的统计讲，这炭白蠓的密度是比去年搁提升15%，其中伫咧安南区的这12个里状况是上界严重。市府嘛提出通报奖励机制，希望市民会当做好防治天狗节的准备。志工团全副武装找炭白员，针对厝内外有积水的桶仔，拢甲拍开检查。台南安南区去年天狗节的病例有3254例，病例数是全台南第3济的，比去年较大，拢唔加放零。我家本身也当过热过的，我惊一个政府啊有水啊，就甲倒掉伊啊，啊无会洗网桶啊。阮逐礼拜拢个分配，遮吼，甲一礼拜几个啊，5、6个啊，定10个安尼，哦啊，逐礼拜拢出分配出来用安尼。那虽然呢，整个一个下降的幅度，它的效果有限。但是我们一样持续努力的在做了哈。就算加入拍拼防治，民众烦恼嘛无减少，因为到目前为止，全台南10区有放射2桶，炭白蠓的密度比去年同期加15%，炭白蠓的指数以安南区12个里占上济。居家环境做一个巡查，那清除不必要的容器并倒扣，那避免滋生病媒蚊。市府加重防治的力头，台南市民或者是伫台南就业的外籍移工，只要是自主通报确诊天狗节，都会分奖励礼券1000块给确诊者。这样避免扩散出去，因为去年已经有发现出席扩散，而且有很多隐藏的病例，所以我们不知道。强调境外移入跟本土病例只有1线之隔，大家都绷紧神经。台南市目前已经有9个带病入境案例，虽然本土病例同款无半个，不过最近雨较高，就惊去年天狗节疫情的状况会搁反复行起来。记者文正雄台南报道。云林县每一年毒化物这运作量是超过800万吨，其中有超过9成是对绿垦工业区所出来。为了加强环境监测，这云林县环保局是大新启用一套采用分析3D 的光调扩散模拟系统。那工业区不幸发生意外，得当随时应变，减少损失。用3D 光雕模拟工业区，因为毒气漏泄，搁再加风势，建筑物关机，甲相关位置做出模拟系统，会当帮助工业区若是发生毒化物漏泄的时，做紧急应变，得到环境保科学特优的成绩。就是先去用卫星的一个平面图跟相关毒灾的资料，我们有用这个3D 列印出实地的模型之后，再配合这个所谓扩散模拟的一个模式，我们用2套模式来做一个模拟，来模拟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它确实毒化物的一个飘散的一个状况。环保局表示，讲云林县一档毒化物运作量有800万吨，占全国总运作量一半以上，其中9成集中伫咧绿垦工业区。即马甲过去的3项任务所改做环境监测甲应变中心，全国首创引进建地采样分析甲3D 光雕扩散模拟系统，若是发生事故，会当提悬应变。让有一个更立体、更实际的一个资讯的话，可以供指挥官就是现场来判定说，我今天到底是不是需要撤离，或者是只要在居家防护，需要发布这个 CBS 的一个细胞简讯。环保局指出，透过3D 光雕扩散模拟系统，结合绿垦工业区厂区模型，会当呈现真实毒化灾害事故发生的时，可能的扩散范围，所来分阶段完成愈健全的数据平台，降低灾害发生的时的影响甲损失。记者云林报道。高雄市的实泉国小最近去家长投诉讲，这学校的运动场跑道无平，拢是破空，惊囡仔咧走时会去受伤。学校是表示讲，跑道逐年拢会叫人来补，今年嘛已经摕到中央超过500万的补助，按算7月初的时间会规划新。学生囡仔徛伫起点，听到庆声，大家就开始走。这是去年实泉国小运动会，会当看到跑道有侪侪修补的痕迹。实际到现场看，跑道的表面拢有侪侪破空，上惊学生来遮运动可能会受伤。就家长怨叹，这种状况已经几若冬啊！家己囡仔是自1年啊到大尾5年啊，跑道是补来补去，阁有囡仔因为安尼跌倒。我几当前有发现。因的操场有这种情况啦，嘿啊，迄天我个调工甲翕起来，是讲，开会当伫市区的学校内底吼，这个操场会当烂甲这种情形啦。我嘛捌听我的囡仔讲，因嘛是有同学捌因为伫学校跑步跌倒的。
家长质疑学校无要征收运动场的跑道，校长解说学校的跑道已经使用11年，为第2年开始，但年拢会用补卡的方式来修理。今年有中央补助525万的经费，按算7月就要开始施工起新的跑道，所以今年才无修补。即马跑道边啊也搭红布条啊，提醒民众。是真几单无维修吼，啊看迄个痕迹就知影讲，阮逐单都维修吼。啊，今年啥无维修？其实理由足简单，就是阮今年规个要拆掉，规个要停用吼。啊，所以要停用啊，当然今年就无维修。学校表示讲，7月初6开始，跑道会全面翻修，改用 PU 材质的跑道。目前会安排学生到篮球场，也是活动中心上体育课，袂影响学生上课权益。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代替新买R200这柴油机关车试走1年，今仔是正式加入营军。透早伫咧花莲火车头办理启用典礼，未来拢总有34架新车分派伫咧东部甲西部干线，担当载货任务。为了要看这台新型的 R200高性能插电机车，将在铁路牌一早起就就伫花莲火车站后壁翕相，大家拢正介意伊白色的车头，现场也展示代替现役的各种插电车头，代表每一个世代历史。这一次的活动相当的特别，是 R200首航哈。那这也是台铁公司化之后，在推动那个汰旧换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当然声音减少很多。而且污染也减少很多，再加上就是力量也是增加很多这样子。代替新型 R200高性能插电机车是瑞士施泰德铁路公司制作，伫西班牙生产，引领有2700匹马力，废气排放要达到2.5级的环保要求，引领也有过热保护加自动喷射灭火装置，安全保障更加好。这个车子的性能呢，非常的优异，在这个货运领域呢，能够更精进，而且这个车子呢，它非常的节能，非常的环保，所以在R200投入营运以后呢，我们台铁公司呢，必然可以提升我们这一个区块的服务。代替讲 R200除了普通时做货车使用，较特殊的期间也会强化军事运输、灾害救援、事故抢救，以后也会当配合塑化解工程运土石，按算会配置伫咧花莲甲彰化机务段，伫东部干线甲西部干线负责货运的任务。记者综合报道。阿里山铁路过去因为地动甲水灾，路灯器是一直咧修。今年7月总算会当完全通车。李老师即阵冒出一本册，记录这规站的过程，介绍附近的自然甲文化风景，嘛希望继续来发展阿里山铁路的观光价值。抒情的吉他音乐声背景是阿里山森林铁路沿线的风景。这个影像是林业署阿里山林铁甲文资管理处的管理师吴明汉翕的。毋但有林铁修复过程，沿线铁路的自然风景、自然文化，都可以透过镜头记录落来，而且出版做一本影像记录册。像这样子的一个文化资产级的一个铁路，它的很多东西我们都需要很慎重去保存，包含我们跟在地居民大家携手前进的这个历程。我相信下一代的人看见了，他会懂，原来他们那个时候看到的林铁背后是经过这些历程。阿里山森林铁路捌因为921大地震、北水灾各种自然灾害路线断去，甚至阿里山火车头因为损害停止营运15年。经过修复，7月份阿里山森林铁路就通全线通车。林业署希望透过这本册，唔但记录林铁沿线历史风景，也带动山川的文化观光价值。也不是只着眼于铁路的这个营运跟运输，而是能够把过去完整的这个历史脉络，还有沿线的这个风土人情，加上不同海拔的这个自然生态的这个特色，可以未来在这个轴带里面充分的这个展现。现开册内底相片记录村民打水果、上山落山的形影。林业署表示，政府投入预算，唔但修理铁轨路，也真注重推广沿线的自然文化风景。希望透过这本册记录落来，希望这个特色，互更较侪人看到。
記者顧問靠邊在社區林台北報道。講到東部的觀光一直爬袂起來，即馬個別許熱，為了吸引遊客來到台東來佚佗，農業部有補助台東山線加海線農村旅遊課程，即推廣在地農產，冇安排 DIY 動手體驗，只滿10個人地當去登記。外頭的葉仔佇台東關注面的農村，上集摕來做食材，賣當摕來變做生活用品，親像帽仔或者是牌仔。遊客去農村賣當有這款的體驗，親像做一個外頭杯珠仔炸轉去，這款的行程是真受都市民眾的歡迎。年紀大了就是要這樣子來走走啊，對不對？整天在都市裡面，也是真的很煩呐，就是很悶呐。不過，即馬國民旅遊景氣無好，東部的觀光因為台東受到損傷。農業部特別補助台東縣農村旅遊特種的行程，應該是單獨行銷農村的旅遊行程。即馬用串聯唱歌甲海線的月頭葉仔，毋仔甲苦茶品牌農村，以上少10個人就會當預約導覽，甲家己做農特產炸轉去的行程，透過食農解說，體驗做加工品，希望國內遊客會當去台東的農村深度旅遊。假設10個人裡面大概有8個人會到國外，2個人會在國內。比例是相當懸殊的。我到台東除了可以玩以外，還可以做深度體驗。那我想危機就是轉機啦。那趁這個機會，把這個整個體驗的遊客可以串聯起來。許熱到底要到啊！不過東部觀光的訂房率也無達到永年8成以上的水準。中央甲地方增加各項東部觀光的補助，呼籲民眾會當利用許熱安排去東部度假，進行東部的觀光經濟。記者綜合報道。講到即馬國小咧上課，一禮拜攏會排一節本土語的必修課，學生會當選要學台語、客語，也是原住民語這等等的語言。不過，若本身有咧講母語的家庭，就家長咧反映講，這課本受過簡單，囡仔顛倒是無啥想要學。台北市的公館國小針對台語課，就另外閣開一班正解班，學生上課嘛都有挑戰性。囝聲囝吼，對，再來細聲講，愛聽講係咯。學生讀課文，老師若補充相像的字詞，互學生了解囝孫的囝囡仔的囡有啥物差別。這是公館國小台語課正解班，也是台北市頭一個有甲台語課做難度分班的國小。負責上課的陳金泉老師表示，在正解班的部分，都會個另外增加發音練習、技術擴充、語句文化等等。較輕的字就對啦吼，啊因有得講，啊但是咱說既然有人愛文字化嘛吼，所以迄個囝甲囡仔迄個字無共款，我就會甲列出來做講，啊順續甲因解說。所有學習其實吼，嘛是愛以迄個學生學員的迄種能力程度來做調整啦，而且絕對毋是用一本課本會當安來講的。台語老師嘛建議，現以為教材若是1年級分別出正解班，對教學是愈有幫助。公館國小的台語正解班到當已經實行2年，校長表示，因為後來有真濟有意識咧為囡仔創造台語環境的家庭，這囡仔已經有基礎的程度，照課本教對囡仔來講上簡單，無挑戰性，卻顛倒較無學習動機，所以家長就重點向學校建議加開正解班，學校嘛爭取到台北市教育局的支持。如果講咱的師資無問題。吼啊，有可能講，或者對台語的基礎真好的囡仔，啊，平佇講阮這台語的上的時間，大家挑出來，吼，對這學校講好，還是講有興趣講的，單獨甲挑出來。啊，上的課程都未基本的啊。目前來講，若只要政策會當支持，阮會吼這個方式繼續延續落去安尼。公館國小的台語課，互學生家己選要讀普通班，還是正解班，攏總分做低年級、中年級和高年級3班。只要有學生，因就願意請老師。校長講，2年來上課的反應袂歹，伊嘛希望甲正解班繼續辦落去，互學生對台語愈學愈有興趣。記者盧尚如、鄭春友台北報道。澳洲這幾年因為經濟是真濟人連家己都飼袂飽，有咧飼動物伴，又閣袂當互因咬着，只好活結去來咬一頓來飼動物伴。要是做到安尼，閣經袂落去，就只好甲動物伴送去收容所。這陣澳洲的收容所是強要客滿。How many have you got here today? At the moment, I've got 9 kittens in foster care and 4 puppies. And we've just had another one come in, so I can read it to you. This is how heartbreaking things are. We are in financial hardship and unfortunately cannot support this dog anymore.
根据咨询机构事务银行的统计机构报告显示，有我1/43顿食袂饱的家庭选择家己少食一顿，互宠物会当食。去年全澳洲有370万的家庭3顿食袂饱，其中60%的家庭拢有工作。It's terribly sad that you should have to make a choice. I mean, pets are the best therapy. So for families, to have an animal in their own lives or the children's lives is very valuable. But to have to make a decision between who you're going to feed, it's so sad. 报告佮指出，真侪家庭顾不理种最后，只会当选择弃养宠物，造成全澳洲的收容数拢满起来。佮加上真侪饲主因为生活所费提升，无寄出来钱，会当为宠物做绝育手术，致使宠物数量增加，造成更较侪人弃养。公司新闻新闻袂朋友。人口老化，大家拢真关注长照服务，即马是连动物园嘛有咧出一款服务啊。美国有一阵兽医专门咧照顾遮的浪动物，互因的生命尾仔生活会当开挂，嘛帮助主人做出安乐死的决定，帮助因和动物亲人来告别。穿那些衫裤的兽医，摕医药箱一入门，就惊向坐伫抱枕面顶的牛粪蓝犬拉克比，亲切甲拉克比互动了后，准备开始治疗。We have a 13-and-a-half-year-old Newfoundland. And as she was aging, our vet, who also had Newfoundlands, kept recommending acupuncture as a way to alleviate some of the pain, to make her mobility better. 像人共款，伫得到慢性病也是治疗了后，需要长照服务，真侪老年的宠物嘛会破病会痛，需要照护。美国的临终照护兽医会当各处服务，提供医疗辅助，像开药啊治疗感染、减轻痛的感觉，也是帮助主人改变宠物的饮食习惯，嘛会教主人做简单的代志，帮助宠物减轻病痛。We have more time to offer to clients to help them make decisions and talk about the problems that they're having with their pet, as opposed to, a busy local veterinarian that's also doing vaccines and surgeries and x-rays and ultrasound. 另外，国际动物临终照护甲安宁缓和协会认为，伫药无法度解决宠物的病痛时阵，临终照护兽医嘛会当帮助主人做出互宠物安乐死的困难决定，知影什么时阵该甲宠物讲再见。The most common concern I see with people is that they do not want their pet to suffer, and they want my help to figure out when their pet has crossed that line and they're suffering and they need to make that decision. 暂时，伫美国宠物失落甲送亲协会会伫网站提供资讯，帮助宠物主人了解安乐死甲疗愈悲伤，佮提供宠物安乐死的网络。每一礼拜会举办真侪届支援宠物失落的活动，提供咨询师、动物牧师等等，一个人对一人的心理咨询，协助主人疗愈悲伤甲失落的感觉。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下晡报天气啥款来看详细资料。北部地区30度到35度，中部地区31度到35度，南部地区31度到35度，东部地区29度到33度。外岛地区26度到33度，个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志刚，咱明仔载下晡3点再相会。